我咁呢度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啦，點樣寫一個物態符號啦，點樣將呢個物態符號寫落呢個化學反應方程式入邊啦，同埋究竟嗰個可觀察變化咧，同物態符號有啲咩關係嘅？簡單嚟講就係好多反應嘅可觀察變化咧，其實你喺個物態符號入邊咧，或者喺個化學反應方程式入邊咧，都會估到嘅，你就唔需要逐個反應去背究竟個可觀變化係啲咩咁樣咯。咁啊，第一樣嘢你要做嘅咧，就係一定要將呢一個溶解度呢個溶水表啦，簡稱做一定要記入腦嘅。有啲常見嘅鹽或者常見離子化合物咧，佢唔溶水或者溶水，你都要好清楚咁背晒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溶於水嘅鹽有啲乜嘢咧？有甲鈉胺硝酸啦。咁如果你見到嗰隻鹽入邊個名係有甲鈉胺硝酸呢幾個字嘅咧，咁佢一定溶㗎啦。例如啲咩咧？例如可能佢係氯化鉀。有甲字啦，硝酸鈉咁又有硝酸又有鈉咁肯定溶啦，係咪？或者可能係硫酸銨有個胺字咁佢都會溶嘅，得唔得？咁有啲就大部分溶啦，即係少部分唔溶。咁唔溶嗰啲咧就已經用紅色筆框住咗㗎，你都要好熟讀佢哋嘅。OK， 呢幾隻係唔溶，分別就係氯化鉛二啦、氯化銀啦。咁就唔用嘅，咁硫酸鉛二、硫酸鈣、硫酸鋇都係唔用嘅。咁其他嗰啲氯化物啦，同埋硫酸鹽咧就會溶水㗎啦，大部分都溶水㗎嘛，除咗呢5隻之外。咁有啲就係完全唔溶水嘅，大部分都唔溶水㗎啦。我咁講就係碳酸鹽啦，同埋氫氧化物或者金屬嘅氧化物都唔溶嘅。咁但係如果咁嘅情況就會有啲棘啦。咩地方棘咧？就係喂，如果我寫 K2CO3，K2CO3 係咩㗎？碳酸鉀嚟㗎嘛，係咪？喂，啱先講碳酸鹽唔溶水，但係鉀又溶水喎，咁你跟邊個啊？係咪先？一個又話溶，一個就話唔溶，咁唔使緊張。最重點咧就係呢一個，呢一個咧就係所有嘢嘅前提嚟嘅。OK，一個先行先嘅原則。OK，咁所以你只要見到佢有甲鈉胺個名有咧，佢就一定係溶㗎啦，咁樣個意思，得唔得？咁啊，咁特別留意咧，就係我哋話氫氧化鉀咧係微溶嘅。咁咩叫微溶咧？咁微溶就係好尷尬嘅地方啦。我哋諗下咩叫溶先啦。咁呢度咧，我哋有三兜一樣體積嘅水啦，全部都係水嚟嘅啫。咁溶即係咩意思啊？即係代表我抌可能係10 gram 啊，10 gram 都幾多㗎啦嚇。咁10 gram 嘅嘢落去，佢溶晒喎，佢係冇任何嘢剩嘅，佢透明嘅，最尾得到。咁呢個我哋叫溶水度好高，或者叫溶水啦，得唔得？咁咩叫唔溶水啊？即係代表我即使俾0.001 gram 咁少佢都好啊，佢都溶唔到嘅，佢都有少少嘢喺入邊剩，令到成兜透明嘅水變咗混濁嘅話咧，咁我就話佢唔溶啦。咁微溶咪真係介乎喺兩個中間咯，即係佢唔係好極端咁溶晒，佢都唔係好極端咁完全唔溶，佢就溶少少咁。例如咩意思啊？可能佢最多溶到2 gram，但係如果你落3 gram 嘅話咧，咁就開始有點啦，就溶唔晒啦。咁呢個就叫微溶咯，佢嘅溶解度唔夠高咁嘅意思。咁氫氧化鈣就係一種微溶嘅氫氧化物嚟嘅。咁呢個都係少少嘅一個事實，可以記一記啦，可能之後會有用嘅。咁呢度有個表咧，教大家點樣去決定佢溶唔溶水，其實都係用翻我哋上面背咗個地方嘅啫。咁未背同學你可以 keep 低圖或者停一停先，再背翻之後再一齊用啦。OK， 可能會用得快少少呢一度。咁我睇睇咯喎，我哋睇到上面就睇埋佢先。硫酸鎂 OK， 大部分嘅硫酸鹽都溶水㗎嘛，咁佢又唔係呢3隻入邊，咁所以佢溶唔溶啊？佢一定溶啦。有鉀喎個名，一定溶㗎啦。氯化鉛二背翻嘅話，你見到氯化鉛二喺度，佢應該係唔溶㗎嘛，咁所以俾個交叉佢啦。氯化胺有個胺字一定溶水，有個氧化鉀呢個打錯咗啦，應該係氧化鈉嚟嘅，氧化鈉一定溶水啦，有鉀有鈉冇理由唔溶啦。硝酸鈣有硝酸呢個字喎，肯定溶啦。氫氧化鋁睇翻上面啦。大部分嘅氫氧化物都唔溶水啊，呢個好緊要。遲啲講到鹼嘅反應嘅時候就成日講到話氫氧化物係大部分都唔溶水嘅，除咗氫氧化鈉或者氫氧化鉀之外，係咪？咁所以呢個就唔溶啦。氯化銀你背翻，氯化銀喺呢度，佢應該都係唔溶嘅。氯化銀啊不溶啦。氯化鈉有個鈉字肯定溶啦。硫酸鉛二如果你背咗佢係唔溶嘅。硫酸鈣依然都係唔溶嘅。硝酸鐵三咁有硝酸兩個字都溶啦。咁大概就係咁樣咯。即係如果你背到好熟嘅，其實你一嘢就望到究竟嗰隻鹽溶唔溶水㗎啦。咁你知道溶唔溶水之後，你就可以根據翻下面呢一個物態符就俾翻相應嘅一個情況。如果佢係溶水，咪俾 AQ 佢咯，即係佢有個水溶液嘅狀態，咁可以出現到。咁睇翻先，固體咧我哋會用 solid 括號 S 顯示啦，液體就 liquid L 啦，氣體 gas 我哋用 G。如果水溶液狀態溶咗水嘅話咧，咁佢就叫 AQ， 我哋 aqueous 嘅意思，咁啊水溶液狀態。咁要加埋嗰個可觀變化嘅話，你都要知常見離子溶液狀態係咩顏色嘅，例如銅二離子、鐵二鐵三咁，佢哋顏色大概就係咁樣啦。咁要注意係咩咧？就係呢度冇講嘅離子咧，常見離子咧都係冇色嘅，即係咩意思？可能冇講嗰啲，例如呢度冇講嗰啲啦，例如可能 Cl 負啦，跟住
例如 Mg 二正啊，例如 SO 四二負啊，得嚟 NO 三負啊，呢啲咩硝酸根離子、硫酸根離子呢啲冚唪唥其他離子咧都係無色嘅。OK， 咁酸都係無色，例如 HCl 係無色啦，HSO 四嘅 AQ 啊呢啲 AQ 咧都係無色嘅，咁得，咁呢個就係個情況。咁我哋呢度講埋點樣去寫個物態啦。其實寫物態好簡單嘅啫，就係直接望住呢一隻化合物，之後問自己佢溶唔溶水啊？佢溶就 AQ， 唔溶就 S， 就係咁樣。咁其他就跟翻個現實嘅狀態啦，係咪？金屬應該就唔溶水嘅，所以 S 啦。酸我哋背咗嘅，唔使問佢溶唔溶啦，佢一定要 AQ 佢先可以有酸嘅性質噶嘛。跟住到呢一隻鹽要問啦，氯化鋅溶唔溶水啊？我記得嘅就係氯化鉛同埋氯化鉛二同埋氯化銀唔溶，即係其他冚唪唥都溶，咁佢溶嘅話就寫 AQ 咯。氫氣係 gas 嚟嘅，氣體嚟嘅 G， 咁你就寫完啦已經。咁到下面，咁呢一個有兩行咁樣，一定有原因講，我寫第一行先。碳酸鈉溶唔溶水啊？溶水啦 ，AQ 係咪？跟住酸一定係 AQ 嘅狀態。有鈉喺度，呢隻鹽肯定溶水㗎。硫酸鈉一定溶水啦，有鈉。水係咩狀態啊 ？liquid， 二氧化碳氣體嚟嘅 gas， 咁你就寫完啦，係咪？咁下面係咩嚟嘅咧？就係以防啲情況，可能係話啦，今次係啲咩？今次就唔係咁樣嘅情況，佢講明啦，話碳酸鈉嘅晶體，碳酸鈉晶體即係固體抌落啲酸度反應咁樣啦。咁你寫邊條啊？究竟你係寫下面嗰條啊？即係我而家寫緊呢條啦。一路定係寫上面嗰條啊？咁樣你唔係話你望住個化學式決定佢溶唔溶水啫嘛？但係而家晶體應該寫邊條咧？其實兩條都接受嘅。點解咧？原因就因為呢一條講嘅就係講緊嗰個碳酸鈉啦，喺溶液狀態就同個酸反應。呢個就講緊碳酸鈉喺固態嘅狀態同酸反應。咁但係唔好忘記喎，你一個酸入邊係充滿咗水㗎嘛？究竟個晶體係溶咗水先再反應啊，定係唔溶水啦直接反應咧？好似下面嗰條咁，其實你唔知，你點知佢溶水先定唔溶水先？係咪先？邊個先咧？反應先定溶咗水先咧？好難判斷。咁所以其實寫考試入邊咧，你寫兩個都會接受嘅。如果真係要你寫呢個物態嘅符號的話，咁樣咯。咁到下面氫氧化鈣溶液，佢都講明係溶液啦。咁你呢一度肯定係寫 AQ 噶啦。跟住氫氯酸一定 AQ。氯化鈣我就記得氯化鉛二同氯化唔溶水啫嘛，所以氯化鈣係溶水嘅 AQ。呢個水就係 L 啦。跟住到氧化鉛二，呢度少咗個二啊，氧化鉛二。咁氧化鉛二氧化物一般都唔溶水噶啦，所以 S。跟住酸係 AQ，咁咧下面就 S。跟住咧下面就 liquid， 因為啱先都背咗呢一個硫酸鉛二係唔溶水嘅，所以就 S。咁下面一樣氧化鐵二，氧化鐵二係氧化鐵唔溶水噶啦。跟住硝酸嘅話就係一個 AQ， 酸係一定 AQ。有硝酸呢個硝酸鐵二，有硝酸兩個字肯定就係 AQ 嚟噶啦，之後就 L。就係咁樣啦，咁你就 assign 晒，即係俾晒個物態符號佢啦。咁你知道物態符號有咩用咧？其實就係講緊喺呢一個情況下嘅所有方程式咧，我哋都可以就咁望住呢條方程式咧，就會知道個可觀變化係啲乜嘢咯。可觀變化係啲咩？咁後面就俾個例子啦。例如我哋寫咗鐵同埋稀硫酸稀氫氯酸嘅反應啦，咁最尾生成咗嘅就係氯化鐵二嘅溶液啦，再加氫氣。咁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會話鐵會溶解咗，點解溶解咗嘅？因為反應入邊本身係用固體嘅鐵抌落去啦，最尾得出嚟嘅鐵就變咗一個溶液嘅狀態。咁係咪佢溶解咗啊？溶解咗啦。另一樣嘢就係佢會生成綠色嘅溶液嘅原因係因為最尾佢係一個鐵二嘅溶液嚟㗎嘛，係咪？你見到呢一個化學式同我講嘅就應該係 Fe 二正嚟㗎嘛。咁呢個 Fe 二正 AQ 咪會有一個綠色嘅情況咯，所以佢就會令到個溶液啦。如果你詳細可以咁寫嘅。咁酸係應該係一個無色嚟嘅，係咪？你可以寫無色變成一個綠色嘅溶液，咁樣都可以接受嘅，都可以一樣嘅啫。OK。咁另一樣嘢就係無色氣泡生成啦，因為最尾個反應物生成咗 H2 呢一隻無色無味嘅氣體啊嘛，咁就會啲 bubble 嗰啲氣泡出現啊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唔使背，你望住色，咁你就會望住條化學式，你就會揾到個可觀變化咯。到下面。例如碳酸鋁咁樣啦，又係碳酸鋁係唔溶水嘅，本身係固體嘅狀態，最尾反應完之後同氫氯酸反應完之後咧，就變咗一個氯化鋁嘅溶液啦。咁 AQ 狀態咁氯化鋁溶水噶嘛，咁所以佢就會溶解咗咯。咁生成無色溶液係因為呢一度嘅每一隻嘢都係無色嘅。OK， 酸係冇顏色噶啦，銀離子呢一個係鋁離子同埋氯離子都冇顏色嘅，咁所以無顏色，咁最尾咪無色嘅溶液咯。最尾係咁跟住點解無色氣泡生成？因為產生咗 CO2 呢一隻無色無味嘅氣體咁樣咯。下面碳酸鈉溶液咁樣，咁今次係溶液溝溶液啊嘛，所以你見唔到溶解嘅情況，知唔知啊？就唔好下下就話佢一定係溶解㗎啦。咁你睇翻前面啦，嗰個碳酸鋁係唔溶水，所以會見到溶解嘅情況㗎嘛。咁但係碳酸鈉溶液溝一個溶液，酸都係溶液嚟㗎嘛。
AQ 級 AQ 你唔會睇啲溶解嘅嘢啦，你睇唔到啲嘢溶解喎，乜都冇固體喺度，係咪？咁最尾你就見到一個可觀變化啫，就係有一個無色氣泡生成啦，因為 CO2 生成咗咯，就係咁樣。到下面咁呢一度就複雜少少啦，我哋見到嘅就係呢一個氧化鎂啦，同硫酸反應出到嘅就係硫酸鎂，咁又係因為有 S。氧化鎂係固體唔溶水，即係變成咗一個硫酸鎂溶咗水，咁所以佢就溶解咗，又係一樣，佢哋係冇顏色嘅，所以生成無色溶液咁嘅意思咯。咁嗱特別地方咧就係啦，你可以寫埋個溶液溫度咧就明顯上升嘅。點解嘅咧？就因為酸同金屬氧化物或者輕氧化物嘅反應咧，會稱為中和反應嘅。又或者我覺得冇咁記啦，我覺得中和反應就係泛指咧個反應會出到鹽啦，再加水嘅反應。即係逢係個反應淨係出到鹽加水嘅話咧，咁都叫中和反應嘅。咁如果中和反應咧，就會大量放熱，就會使最尾所得嘅溶液咧個溫度就會有上升嘅情況咯。咁所以呢一個溫度上升咧，係專係俾中和反應，專係俾一啲反應淨係出到鹽加水嘅一啲情況嘅啫。咁所以你見到呢度就係出到鹽加水，咁佢嘅中和反應就會大量放熱，就會令到溶液溫度上升啦，咁樣嘅意思。咁但係最尾有啲嘢要特別注意嘅就係呢一度啦，下列嘅反應咧，全部都會迅速停止。我哋望一望先啊，你會見到啊，氧化鉛、氧化物同酸有冇反應啊？有，呢個咪中和反應都出到鹽加水係咪？如果你背翻前面嘅反應嘅話，又或者碳酸鈣、碳酸鹽加酸有冇反應？有，出到鹽加水加二氧化碳，我背咗㗎係咪？我寫到條式添，我甚至寫到條式添係咪？咁但係你要注意嘅係啲乜嘢咧？就係其實咧呢個過程入邊咧個反應物全部都係固體嘅狀態，因為全部都唔溶水噶嘛，氧化物唔溶水啦，碳酸鈣唔溶水啦，碳酸鉛鹽唔溶水啦，大部分嘅碳酸鹽都唔溶水噶嘛。反應出嚟嘅嗰啲鹽啊，都係唔溶水嘅，例如呢一隻硫酸鉛二啦、氯化鉛二啊、硫酸鋇、硫酸鈣、硫酸鉛二呢啲，其實全部都唔溶水噶嘛。咁會發生啲咩事咧？就係我假設而家有一兜酸啦，呢一兜就係個兜普通嘅酸啦。例如我用呢一題做一個例子，我抌咗一嚿呢一嚿嘢咧，呢一嚿嘢咧就係 PbO 嚟嘅，氧化鉛二嚟嘅，咁抌落去咁點算啊？抌咗落去之後，咁邊度開始反應啊？好明顯就應該係喺個表面開始反應啦。點解嘅？因為表面就會掂到個酸啊嘛，係咪？咁所以實際上咧就係成粒啦嘅 PbO 咧，佢表面咧反應咗㗎啦，真係反應咗㗎，會有反應㗎。但係咧就反應出嚟嘅 PbSO4 反應物呢一隻，就會包住咗成粒嘅固體，令到啲咩咧？令到出邊我諗住酸係要同入邊嘅氧化鉛二反應㗎嘛，但係而家有層藍色嘅包住咗佢，咁咪掂唔到咯，你接觸唔到點樣反應啊？係咪？咁所以個反應就一瞬間就會停止咗啦，好快就停止嘅原因就係因為反應物嘅左右兩邊，即係成個反應方程式咧，左右兩邊咧係有同時出現固體嘅固體嘅話咧，咁就會反應迅速停止啦。咁所以你要記住嘅就係反應物同生成物方，如果都出現 S 嘅話咧，個反應就會迅速停止。個原因就係因為生成物咧會包裹住個反應物，令到咧個酸唔能夠繼續同咧入邊嗰隻嘢反應，咁就會停止咗咯。咁樣嘅意思。